就甲它表现出来、表示出来。这头仔就叫发强光明。啊，所以咱必须要修改咱家己一寡无好的习惯啊，一寡无好的事情啊，一寡行为举止啊，真正要做一个修正，因为圣经甲咱讲爱栽种忠诚。咱毋是为着要互人尊敬才来做这，咱是为着因为道的味道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咱必须要来互家己下中庸之道。三，咱有食菜啊，但是咱的心较清。咱敢有庄严，咱敢哦，这就是这句第四句的这个意思吼。因为这意思要了解，伊是无困难，困难的是咱要如何来甲这句话做好出来。啊，要甲伊做好出来，其实嘛是无困难，是安怎？看咱要做敢毋做，因为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的人。对一个有心的人来讲，无困难，这两字通去讲吼。这是咱互相来做勉励啊。到第五句吼，叫分理密察，足以有别量。这分理密察哦，若要解说伊哦，要解啥物叫分，啥物叫理，啥物叫密察，来解说即句话啦。咱用较简单来甲伊做一个解说啦吼。就是讲咱讲文理在道嘛，咱咧读中庸，这嘛是文啊。啊，这文内底有你看圣经讲甲遮清楚，讲甲互咱看10遍过哦，可能阁袂做要晓解，因为这文内底你咧讲道。啊，咱为虾米会我都了解？因为咱利益正远，为虾米利益总远？咱的观念利益总远，咱的行为嘛拢利益总远，咱的讲话嘛利益总远，所以咱感觉讲经典。圣明的道先都伫咱做远的，咱拢爱家己负责，毋是伊伫咱远是咱伊做远，因为咱无去改变啊，咱的习惯性啊习惯都是歹改啊，啊所以讲咱爱想办法。那么这个分理密察哦，这圣灵才做得出来，爱安怎做呢？所以伊种伊有别人是讲好，伊这拢清清楚楚的啊，分门别类。伊个咧，所以听讲即个佛经吼，伊有迄个三宗12部经，咱来你佛经来讲，然后伊有分经、经、律、论。吼，伊讲咱来应用，我来读伊个经典，我来读出句个，安尼你看佛啊，看圣人，伫即个文理内底，伊个外经理个，甚至讲吼外迄个精密度个，伊个拢清清楚楚写足济，为着要救。三圣人为着要普庇三圣，有诶人较互伊较即个较小圣诶，较中圣、较大圣，阁有最上圣，即种做嘛咧讲啊。所以因这拢足清楚诶，八就是清清楚楚，拢袂乱去吼。所以有一间孔圣人啊，伊知影事啊，主公咧想啥啊？主公你想讲，阮老师若遮敖哈，阮即个老师若敖干诶，可能吼。去学足济，然后以前细汉就去读偌济册，学偌济。咱即仔吼，咱即仔是地洋的道场无，要叫咱咧学，其实咱无咧时间，所以咱来学孔圣人即招要较紧啊吼。所以孔圣人是甲家己讲师啊，你以为讲我是道学，我就是去学足济啊，然后我才捌遮尔济吗？遮记遮尔济吗？啊，对原事我就甲伊来讲，对啊，人啊就是对啊，非有毋是安尼嘛？我孔圣人就甲伊讲啊，毋是非啊，伊讲有一以贯之。所以听讲即个时阵是孔圣人咧传伊的心愿吼，私下的时阵，啊，毋过倒来拢无用，倒来即个私下吼，即个主公拢无用。啊，所以传无成。你若是孔圣人，都甲迄个经主讲惨啊，五道一以贯之。伊讲有伊我知，安尼就传过啊，安尼就传过啊。啊，所以孔圣人，互我而且要分享的是，孔圣人讲伊毋是去学足济、读足济、看足济去学啦，伊是一以贯之。所以咱即个叫做一贯的，因为儒家英文是五道一以贯之，只要掌握这个一，啊，这个一是啥物呢？这个一就是一个理。那咱迄个
田传师们咧讲的，即个叫做逻辑。即个伊叫做逻辑，只要知影即个了，去贯穿天下间的迄个分，天下嘛万类啦、万物啦，有够济啊！咱人哦，咱人嘛是万人，有够济。只要咱若是知影一下，就拢清楚啊。啊，自然哦，伊会有迄种，伊去甲悬一了，会聪明伶俐，会宽如温柔，会发扬光言。然后会文理人才，伊个能力就拢总出来啦。安尼学才会记，孔宪民就是安尼教的啦吼。所以讲，有一天啊，咱的先生讲很大责任。有一天啊，咱的册公老师就来讲共款的道理哦。伊讲，伫真理的法界哦，处世现微妙。真理方便说，因为创新的机器无共款，啊，所以咱若是会当用伊去甲伊关注，就会当达到讲吼方便的法门。伊应该听啥物？即若程度到对，咱要甲伊讲啥？然后慢慢甲伊引导，对处的世现微妙，自然出来。若到上尾啊，就是要讲话啊，因为看着知影，看着天，知影道理啊；看着地，知影道理啊。啊，自然就做会出来。就慢慢做出来啊，所以到微妙，微妙不可说有无？佛曰不可说，迄个是上好的、上悬的境界啊。主题关系着心性，体例文解脱，其实伊个宗旨就是要人解脱。所以我们解脱了吗？咱的头壳内底，阁有恩怨情仇有吗？阁有是非，阁有好歹，阁有计较，阁有遐众生的基地吗？这是咱要关心的，我们要去关注它，因为有些物件咱无法度解脱。我们自己不能解脱，我们能够让别人解脱吗？可以，因为那个别人如果是有心人的话，所以有时阵教的人无解脱，迄个咧学的人煞会当解脱。伊的原因到底是伫个？伫头壳内底。这个头壳内底，伊迄个所学着到底学着啥？它很重要吼，因为这叫文理人才足以优美的。你看咱若咧看新闻，咱莫讲新闻，咱咧看好教的经典，咱拢赞叹，有够教的，有够教的来，咱写遮济。啊，即个当写出来，要叫咱讲，咱有够惊，有够惊，我无法度讲唔开。这就是为虾米咱。会离开做远的即个原因吼，所以讲，咱应该恭行食有志，咱爱勉强咱家己，学偌济算偌济，那样咱拢无想要学。吼，咱今仔日会当来礼拜，啊，咱就是拢要学习，是吧？咱今仔日，咱共同勉励，咱今仔日会当炸一寡物件倒转去，炸一寡物件，其实内底有形有相的吼，毋是迄个伴手礼啦吼。所以这是这个五幕哦，这个五幕若讲完分享完了来就简单啦吼，因为重点就是即五项啊，即五项就是先为圣人伊个条件，就是咱要学习的。甚至上尾哦，这个经典咱要赞叹迄五种的这个能力，赞叹圣人的能力哦。伊讲普普因泉，即个嘛普通话咧讲就叫泉啦吼，泉即话啦，叫做阿泉啦吼。啊，伊若咧读，伊就咧叫泉，先泉的音啦吼。啊，这普普是啥物意思呢？天龙吼，逐位拢对。像咱即届咧落雨儿，对落无对，开的台湾强拢要对，这个比喻啦，大概这个意思啦吼。普普因泉，伊一个讲是即个大字，即个悬的，一个讲离深的，因为迄水嘛，水就是伫即个涂骹啊。因，咱讲的深，因即深的嘛，深不见底嘛吼，因深莫测，高深莫测，所以悬甲低全部拢讲着啊吼。普普因泉，离时出世，这就是咧讲天地大道伊的流行，伊迄拢无咧停困的。而且拢拄拄啊好，所以24节气啦吼，24节
气，敢有咧无准诶？足准！你若讲即个时代乱去啊，拢无准。其实互我感受足准，只是伊着风不调，雨不顺安尼，国不泰，民不安。为虾米呢？迄是咱人心恶化诶原因。其实上天伊咧足准诶。是及时出击，伊应该安怎就安怎，因为我印象足深个啦，我拢会去关注今仔日即个节气叫做啥？叫做立夏，或者叫做啥物春水，叫啥物谷雨谷雨无？我有一摆看到迄个节气是谷雨真正落真正有落所以时出击，这时拢会灵动去咱要甲咱比喻，啥物叫普普呢？普普就是像咧天安尼，这天到底是安怎？天到演怎是像咧演？阮这内底嘛有一个叫演的啦今仔日演的真正出现足侪字的，和即个演的真老好安尼就对。迄演是出深的伊应该有外深咱看会出来伊迄到底有外深咱毋知影有时阵专家就毋敢落去，因为到底有外深伊毋知。那么这同款用较简单的来做一个比喻啦如天是安怎呢？咱用上简单来甲讲，你看，为虾米天大地大遮尔大？咱在想着啥？咱敢知？我想着讲，为虾米我心胸狭隘？为虾米我会加等骄傲？为虾米我这两头会转下？为虾米我阁有即种想法？或许跟大家分享因为到尾也嘛讲着和齐天你看，这拢是咱上欣赏上爱的呢。这其实拢是道的能量呢。人会去做得出来，其实人伊无熬，爱圣灵上熬，所以咱爱去效法圣贤。你看咱人多么的渺小，这就是给咱的。这就是给咱的。而且这到底是谁互我拢毋知影，而且全世界偌济，你看厝，只是在天地当中，在山谷内底，伫即个大地之上的足细一项物件，而且伊一间厝阁有足济人遮尔细住伫内底，安尼咱人有没有渺小？但是人足伟大，因为咱有一个看袂到的神。咱爱好好来拍拼一个，因为放这是做安怎呢？咱你敢有看到英国有一栋大楼火烧无？是几栋的？你甲看，这种物件拢无常的，是像这物件无？这嘛拢做无常，伊只是天数内底迄二细物件，这大堆遮尔济，我们就是很在乎说这拢我的，这拢我的。我人生变满足，安尼哪有需要满足啊？迄个上宝贵的，佫毋是即个这有够水的日本的花但这是条路尔，这只是一条路尔，这是道去甲伊生活出来。若落迄个地你去着，伊就迄个道，咱甲种落，伊是会发遮尔水的花，所以咱看着伊的道。这阮小港区，咱有看到这85楼无？这嘛是咧介绍出的啦这阮小港区一细二山甲翕落，咱感觉出错的。天大地大，啥物嘛大，道嘛大，咱人嘛大，因为咱有一个神，咱有一个道所以这叫天，这演像安怎呢？你啊看。即摆看着水这有偌深，毋知影，有人敢落去无？无一定，因为太深后壁嘛，阁有一句 NNEN 咱阁看即个真正来对一个足肥足大项，咱这咱会惊咧，就惊爱入落来，毋知其实这嘛是道啦你看这个可怕，你若去洗过无？真正是。很可怕。等一下。
所以讲这是一个比喻啊，这是圣灵咧比已经讲到天，讲到地啊，在天地之间啊，迄个咱人真正无法度去家己了解啦。这是一种的产物，但是圣灵咧讲，毋是要讲这，伊要讲是讲到咱人的身躯顶。伊讲即种圣灵当伊若是出现过，也是已经出现啊，咱若看见，拢是尊敬的。伊若讲话，咱当作相信的，无不是就是讲咱袂讲毋相信。伊做出来行为，咱看着咱足欢喜的。这个安怎去形容即种的境界？咱要去对看即种人啊咱敢捌看过？我们在道场真的看过。有时咱伫咱的前人的传师前辈者的身上，真正是有流露，但是咱无完全的当遮尔圆满的去甲伊流露出来。所以，互我咧想，唯有伫一个时阵，咱感受会到，会感受到中庸伫上尾也咧讲即三句话，咱嘛天恩师德伫咱即个时阵，咱才看会到那么看到啥呢？我们看一下有生灵之迫切，至少我感觉得到水火无情的灾劫，而半岛就是转化真切的善因缘。半道就是转化真切的善因缘。迁到土耳其，干嘛干嘛来？到此为止，徒儿永在半道吗？敢讲，敢听。混到徒儿也处理。即个看无条，咱在座真诶才有人去过，咱会当去感觉当时迄个气氛嘛，就是即三句话。若看袂到，阁是失望诶。生活若无现实规工，拢安尼足失望诶。当伊出现咱真正有够尊敬。伊讲啥，咱拢照办，甚至咱阁会信话，又阁尊敬，又阁会惊。伊讲诶话，咱拢照做。牵灯开起来，全部规个看伊徛起来，讲啥拢照做，拢相信诶。然后伊行为，咱逐项拢来当做准则。这是咱白人伊看会到的圣灵的实现，因为咱心灵设教，咱师道强办。其实，在规个中，其他老师嘛有来啊，咱敢有看到？咱敢有迄种的心，咱搁来讲的志向，咱才有法度去感应。所以即种的物件伊名声拢全部就是国中啊，这当时是讲中国啊全部到处拢，若讲名声，像即个死去咱讲报喜，迄就是讲安尼摕出去嘛，死出去，南蛮北灭在中国的周边迄无开化的国家，咱来看，南灭。古早时阵南北伫南方叫做南北方，叫做灭，袂开化的迄个种族，只要声开会到的阵，各会到的开会到的，就基所致，人力所通，人会去上通。你看咱中国大陆遐有一条啥物丝路迄会当互人迄个力量去着探去到对，迄是走对迄个尼泊尔啊，迄个东南亚迄边遐过去人力所通，天看会到的，地有七载的，日月照会到的，安尼全部拢讲着啊。有生有老的所路所对，古早人袂像咱即仔写甲即上济即个
莫不尊亲。这个尊亲毋是尊敬咱是大人的相亲的意思哦，是尊敬即种的德性，即种的圣人。伊普普如天，恩泉如恩，伊迄种的能量，伊是咧无形无相，但是咧开始咧解救人的物件，吼。所以伊配天，就像咱人对天的尊敬。咱对天哦，咱无话通搁甲形容。毋过咱心内对天迄种的感觉有够深呢，因为若无天就无咱，无地嘛无咱，就是讲若无道，因为天甲地是道家的生活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拢讲出来。所以圣人的德性伊配天，所以咱学圣人，咱嘛是爱学天。这叫做一贯，这叫一条龙，这叫做一贯道，这叫做一贯的作业吼。这个对就是对的意思。那么上尾啊，32种伊就是一块为天下至善讲到了这个诚心，所以讲到上尾啊，中庸的结束，整个的中庸的中心自作嘛，讲善。讲到第32种讲至善，因为善就分做几种。有4种学好的，迄咱莫学。有4种爱继续一步一步精进的，因为伊有因善来达善，来大善，到上尾啊，才至善。但是虽然伫遮讲，唯有即个天下的至善嘛，才有法度。所以要看善，咱老师来说，咱义和正堂安尼吼，咱挂伫你老的经典教师诚心伊。像安尼献身亲笔亲手所写信，所以因为爱至善，只要咱人若有诚心无，一切拢会当成功啊！伫内咱会成道，伫外咱会成德，咱会甲咱知影好的，咱会互别人。这就是即仔咧办道即件代志的属性。咱的家树林里面讲了很多，他们爱想如何的在办道。其实这种根据一个志向，而是效法天地，效法了圣人，先记先佛，就是爱对这个善才做得到。如果今仔日搞做办道的人才，或者是咱坐伫遮若甲善摕掉，其实咱就袂来，咱失去迄个诚心了，咱就袂来啊。所以为天下的至善。才会当做遮代志，伊会当经营天下的大经。其实这就是咧讲道甲德，为咱即仔就是传承的，咱即仔就是咧把道传出去。有兄弟姊妹把伊的道找倒倒来，这叫做天地伊的大经哦，有经有纬，纵横十方三界宇宙天地，立天下的大本，知天地的化育。天地有道，因为伊有德，所以道生自来，德出自。是大人伊咧照顾子女嘛，亲像安尼。所以父母的恩德像天遮尔大，就是安尼讲出来。因为就是迄份的精神，迄份的无心的心，吼。伊讲虎言有所，伊敢有依靠啥物嘛？毋免，因为咱家己内就有啊，咱毋免对外依靠，咱要依靠啥物是？咱家己本身就有即种的物件吼，伊即种的物件会当规划，会当治理，所以天地来爱人伫内底。那么这个人是圣人、仙佛、菩萨，就来伫遮做即个治理人类的大事啊！吼，伊的才能足足有益。所以到上尾啊，才用即3句话来形容啊！吼，谆谆其志，就是讲吼，伊真正吼，迄个人吼是一种无任何吼用啥物文字会当来甲形容，伊就是遮尔乾坤。对，你个宽柔温柔啦，伊个聪明睿智啦，就是安尼，即个人就是安尼出来。通拄我拢比如过，伊个恩恩义恩，拄则拢互人看过。和和其天，天地遮尔大，那么这个人力，咱来看，这个囡仔伊安尼做，伊敢为着啥物去做？无，迄就是咱人自然有诶道。
尤其伫囡仔时阵，伊离道上近，所以咱上爱囡仔到是，为虾米囡仔离道上近？所以杨定一博士安尼讲，伊讲咱人为虾米遮尔爱迄囡仔？为虾米遮尔爱去代志咧？因为当咱人遮离囡仔，咱拢有免上啥货。咱交囡仔之后，做事咧，拢免上啥，拢有免有心机。惊交大人就无共啊，爱看面色，爱看色面，爱看起来迄个心情。比如啦，咱会开始头壳爱动作细，交囡仔咯，免咱做放松诶，做自然诶。咱去大自然，为虾米人要遨游世界，要去欣赏专注诶？因为只有这样子，他才能够放松，才能够释放他日常自己家己体内压力。其实迄内底拢有道理诶，迄专家拢家己研究出来。咱今仔日毋免遮尔麻烦，因为也迄咱嘛无遐尔济钱，遐尔济时间去遨游世界。我们只要把道转回来，咱只要恢复像囡仔的模样。你看伊这个脸多么的诚恳，很美哈、老师伊会当安尼做，我大家当然嘛，伊讲管理样子，我们今天要学习，其实咱起码拢在学习嘛，因为每一个道场都是这样子在办道哈。所以人是顾不顾聪明，性伫达天地者，伊属灵比前。这就是爱达教本真正吼，实实在在是聪明性利如天的地理的特性，才有法度去了解这物件。咱拢讲天心，咱的心就是像天拄则互咱看安尼呢。咱拢讲心地，对毋对？咱的心其实就是像即个地呢。咱迄个无形，迄个自性，就是真正会当互咱成就。所以咱爱赶紧用上短的时间，家己找倒转来吼，去了解伊。因咱是全出清的啦，好好是讲台意思啦吼。所以上好也是时间已经超过啊吼。老师安尼讲，徒儿问咱家己，你真正有想要修道吗？或许这样想，我真的想修道吗？有咧修道吗？真正咧修道吗？咱就是要31种圣灵灵观功夫，安尼咱真正实实在在。好，谢谢。所以观天地生活的景象，加学圣贤刻意的功夫，咱真正克制咱家己啦，看护咱家己啦，歹歹的吼。思想毋通阁互伊想出来啦，行为毋好阁流露出来啦，话毋好阁讲出来啦，毋好阁讲出来，安尼才叫做克己啦吼。以前来咱克己天地归人诶，就儒家的即个人啦吼。咱是非常歹势吼，互我甲咱超过时间。这样呢，互我嘛祝福咱在座诸位真诶，会当即个快乐充满，然后身体会当健康，然后会当事事如意吼。谢谢。感谢林讲师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感谢林讲师慈悲。各位请先请坐下。那我们休息20分钟，3点50准时上课，谢谢。